等咗3年，十字門終於有新住宅即將面世啦！華發天匯，佢個位置嘅話係挨住十字門小學啊，東面就係十字門小學，南面嘅話呢就係灣晒1號，西面嘅話呢直接就可以通過橫琴大橋啊、保水區或者上高速，北向嘅話就係黑白面將軍山，預估總價180萬左右，首付25萬就可以上車啦。58個方同85個方，70年產權住宅，咁呢個盤嘅話值唔值得等待呢？首先我哋了解翻成個項目嘅話，總佔地面積2.8萬平，總建築面積去到20萬平方米，規劃嘅話1232戶嘅住宅，由3棟嘅住宅、2棟嘅商業樓加商業街區組成。咁成棟嘅落嚟嘅話，大概400戶啦，實用率嘅話非常之高，去到90%以上。呢個項目嘅話，聽講華發用上咗豪宅嘅一個標準，整喺小戶型上面，外立面嘅話同對面嘅灣晒1號係同一個級別嘅，公建嘅玻璃幕牆、金鋁板，大堂8.6米挑高啊，甚至仲用上咗亞克力嘅無邊際泳池。如果係你手上揸住200萬，你係會揀海匯啊，定係等呢個天匯呢？咁珠海目前嚟講，細戶型係揾唔到咁正嘅一個單位㗎啦。小區樓下自帶嘅話1.25萬平嘅主題街區啊，咁58平嘅產品俾咗你一個1000萬豪宅級別嘅一個配置同歸家嘅一個牌面。咁我整理咗一個天匯同海匯嘅項目資料，如果你有需要嘅話，去評論區天匯。珠海十字门最后一块住宅地啊，这个住宅产品呢也是迭代新规的这个住宅产品，就我们前面这一栋马上要推出来了，58到85平方，2房到3房了。那这种小户型呢，在十字门也能拥有这样的空中泳池以及这个室内的饭会所，可以说呢，真的是情绪价值拉满了。之前呢，像这种配套呢，只有在湾喜啊，像中海头牌的这种才有这么高端的配套，但是现在这种小户型啊，既能享受到高实用率、高装修标准，也能享受到这么好的一个社区配套啊，可以说是非常值得期待。那如果说你在十字门想考虑这种小户型的，那不妨等等看这一个新盘，那比这个二手住宅呢还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。你看这个角度看出去啊，整个空中园林还是非常舒服的啊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室内啊，这一个会所大堂，哇，这种空间感只有在湾喜才看到过，现在呢，在这个小户型也能拥有。那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后台约我看房。